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喺大陸爆紅嘅書《以日為鑑》嘅主要內容，同今時今日嘅香港有咩共通之處？大家點樣先可以唔重蹈覆轍？想知道就唔好錯過今集嘅內容。首先想介紹翻作者嘅背景俾大家。作者係由一位喺內地嘅自媒體，網名叫做分析師 Boden嘅 KOL 撰寫。佢介紹自己擁有13年嘅外資投行經驗，職業生涯橫跨諮詢、投行同投資領域，曾經協助千億級嘅新公司喺香港上市。雖然佢冇喺日本長期生活嘅經驗，但係作者10幾年前已經對日本社會經濟嘅演變產生濃厚嘅興趣，做咗大量嘅研究。所以佢都喺大陸某平台發表咗一系列嘅主題視頻。顧名思義，以日為鑑呢本書係根據日本90年代迷失時期作為基礎，嘗試對比翻依家令好多人擔心嘅中國經濟，為內地嘅年輕人喺呢段衰退時期提供建議。由於內容具有一定程度嘅實用性，所以喺2025年呢本書喺大陸係好受歡迎。以日為鑑內容從經濟、金融、社會、就業、教育同醫療唔同嘅角度，全方位剖析咗日本自90年代起長達30年嘅迷失期嘅變化，特別聚焦喺普羅大眾生活狀況同處境。作者仲嘗試將日本嘅迷失期對比翻依家嘅中國嘅情況，評估將來發展嘅趨勢。喺書入邊亦都有向內地嘅年輕人提供建議。首先喺就業方面，作者指出，同依家中國甚至香港一樣，日本經濟當年陷入衰退之後，社會上亦都曾經掀起考公務員熱潮，好多年輕人都揾政府工嚟做，主要係貪佢鐵飯碗。可惜，隨住經濟持續不景，日本政府當年亦都需要透過提前退休、自然流失、業務外判等方式，裁減咗百萬計嘅公務員，亦都多次減薪同埋凍薪。換言之，經濟一旦長期迷失，鐵飯碗都未必穩陣。所以作者建議內地嘅年輕人投身公務員之前，要做好心理準備，同埋調整對將來嘅期望。作者亦提及有2個行業係要小心，就係教育同醫療，因為隨住人口負增長，教育需求勢必減少，所以日本有好多教育系嘅畢業生都面臨失業嘅命運。另外，喺人口老化趨勢之下，醫療行業雖然有保障，但係由於政府受制於財赤同龐大嘅開支，唔能夠充分提高醫療經費，導致人手不足，大量日本醫護人員陷入工作超負荷嘅情況，而薪酬待遇又冇相應咁提高。其次就係技能建設方面，作者指出，日本喺迷失30年呢段時間，事業發展比較好嘅人主要有2種，一種就係能夠掌握科技能力嘅人。日本當年嘅例子包括汽車、消費品科技、物料科技等範疇。另一種係擅長外語同具備國際商業能力嘅人士，因為佢哋可以幫日本企業開拓海外市場。作者建議內地年輕人可以循呢2條路自我增值，以便投身相關行業，例如 AI 人工智能、半導體、機械人等科技領域。第3方面係圍繞出海嘅策略。作者表示，日本喺迷失期間，亦有部分企業能夠成功突圍而出，開拓國際市場，主要包含3大類別。第一類係主打價廉物美嘅消費降級產品，例如 Uniqlo 同埋 Muji。第二類係全球化主流品牌，以日本設計同品質為基礎嘅產品，
例如 Sony、豐田呢兩個品牌都係建基於日本設計實力、品質，同時依靠亞洲新興國家生產成本嘅優勢，喺全球市場大受歡迎。第三類就係小眾市場嘅領導者，例如京瓷、濱松光學、松田製作所等公司。呢啲公司擁有個別領域頂尖嘅科技，堪稱擁有全球獨家、難以被取替嘅實力同地位。由呢個角度睇，中國現時都有類似嘅企業，例如消費降級產品小米、比亞迪，設計實力嘅泡泡瑪特。小眾市場方面，領導者就係舜宇光學、瑞聲科技、大疆無人機等。所以作者建議，國內年輕人揾工嘅時候，不妨考慮呢啲公司，務求喺宏觀經濟逆境之下，有機會踏上邁向國際嘅浪潮。最後喺個人財務規劃方面，作者提到，當年日本人喺迷失嘅時候，都背負住沉重嘅債務，或者涉及投資失利。例如喺樓市高峰期以長達50年嘅按揭置業，隨後遭逢樓價大跌，淪為負資產，甚至遇上失業以致斷供，最後破產收場。又或者喺日經平均指數39000點時入市，最後日經平均指數跌到7000點嗰陣時候，有大批股民爆煲。作者強調，日本經驗顯示，投資者喺經濟衰退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期望資產市場會有好轉或者經濟暢旺嘅情況出現，所以唔好短炒投機，諗住賺快錢。佢建議每個人盡量減少負債，維持財務嘅韌性，做好迎接漫長經濟低迷時期嘅準備。總括嚟講，林木覺得《以日為鑑》呢本書具有一定程度嘅實用性同參考價值。雖然呢本書主要嘅對象係國內嘅年輕人，但係有部分內容都對於香港年輕人有幫助。因為日本迷失30年嘅經驗發生嘅事，好值得大家重溫。尤其喺高失業率、經濟蕭條同埋高負債嘅環境之下，大家應該點樣部署自己嘅將來，係非常之重要。林木覺得喺選擇行業方面，日本嘅經驗絕對值得參考。擁有科技知識，今時今日絕對係有優勢。而打算選擇政府職位嘅年輕人，唔好太大期望可以做到退休，因為香港嘅經濟狀況同埋競爭力，相信已經冇能力可以長期負擔咁大嘅公務員開支，而職位減少或者裁員，亦都可能會發生喺公務員體系裏面。至於選擇做醫療行業嘅年輕人，亦都要有面對長期工作量大同壓力嘅心理準備。林木讀完書出嚟嘅時候，就算揀錯科或者入錯行，問題都唔係太大。原因係經濟好，工作機會又多。轉跑道對於自己嘅影響，其實冇而家嘅年輕人影響咁大。而家嘅年輕人如果揀錯起跑線，有機會影響佢嚟緊20-30年後嘅發展，甚至命運。好啦，今集講咗咁多先。如果對於呢本書有興趣嘅朋友，想進一步深入了解作者嘅觀點，可以去買本實體書或者電子書睇下。希望喜歡呢一集嘅朋友可以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下次再見。